来乡亲啊，这是周刊的报道，讲4年前农委会规划甲地改场为桃园杨梅耍落家己的番路。当时做立委的陈明文的太太用俗价买6地番路的土地，这个地改厂若顺利签刷，地价就会大起。但是农委会升价农业部了后，是以经费伤悬、番路土地无适合种地树为理由，推翻这个南迁案。目前完全无公职身份的陈明文听到消息，无法度接受。这个月初走去立委蔡义武所邀集的会议，大声来痛骂着农业部的官员，要求这个南迁案袂使停止。不过陈明文是澄清讲，这是不实的指控。咱唔咧南迁了。 其实，立委蔡英仪召开会议考察嘉义县农经建设的时，除了县长王忠良有出席，相关的部会冒派官员到现场，这立委陈明文冒发言。茶叶改良总厂要南迁嘉义，不是我们积极争取的。我想这一点应该大家知道，是农业部当时的农委会。 目前无公职身份的陈明文伫会议中针对地改场南迁的议题发表意见。事后周刊曝光，伊大声任命农业部的官员，要求南迁案袂当停。不过陈明文讲，伊无对官员大细声，嘛无教官员应该安怎做。我没有任何公主，我不可能在开会的时候去耍官威，况且我也没有官威可以耍了，我更不可能去施压官员。 官员也不会怕我了。依照周刊的曝光，4年前农委会规划将地改场为桃园杨梅迁到嘉义环路第18线阿里山公路边仔预定地。当时立委陈明文的太太就被人指控讲，敢若伫这进前就已经买6笔环路的土地，若是地改场顺利南迁者，安尼就会起价。 不过，南迁案可能有变化。陈明文出现在这个会议，被质疑是为了土地利益来。工厂基本上只是还原当时他在当立委期间，那希望能够落实这样的政策，不要过度揣测。这里面完全只是在针对政策的部分，大家在做讨论。 强调指控是恶意的抹黑。陈明文背回讲地改场的预定地，甲伊的亲人所持有的私人土地是无共款的所在，这个指控并不是事实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